再來看這兵花園戲劇總團拜六禮拜呢是為台南的戲槽藝術館開幕儀式來演出，也毋過在過程當中竟然出意外，這是有一個演員伊佇咧挑戰這難度真懸的動作的時，因為重心無在，全對樓梯安尼摔落來，加在伊人是無安怎。也那這座場館呢未來是會整合着演出、教育也閣有體驗，互民眾會當有一個看戲甲學戲的基地。舞台頂兵花園演大將軍的演員，當咧挑戰高難度動作，卻意外重心無穩，對腿摔落來，互大家錯一條。不過演員也是頂天專業，馬上爬起來，向對手戲演員愛伊個搬一擺。落尾原本演出，演說劇團雖安排演員就醫，家在人平安。這場演出就佇台南東區新地飄戲秀藝術館，伊的前身是真久無咧使用的野鳥練館。由兵花園甲市府合作，經過20多檔的爭取甲規劃，總團長陳勝福總算實現回鄉的夢想。可是真正養活歌仔戲可以100年的是台南，所以我們在戲槽。另外可以把歌仔戲從野台帶到國家級藝術殿堂，可以帶到國際舞台。我們將來的目標，我們會把戲槽帶到國際舞台。戲團當來到基基地，兵花園講，唔但要帶來100年的藝術能量，更加要推動歌戲的現代化。除了動態演出，館內嘛記錄兵花園對無劇本的歌戲轉型到編導制度的點點滴滴。那記錄是發現傳奇故事特點，要讓大家對傳統故事有料想未夠的想象。兵花園總團非常代表性的蓬萊八仙特展，這是我們推出的第一個展覽。把8個神仙的故事說出來，不是我們現在網絡上查得到的那個蓬萊八仙的故事，是總導演他用他自己的原創作品加入。未來有一個戲秀這個所在，會讓大家一家會當看到兵花園這家的表演，嘛會當看到兵花園因非常精彩的這歷史。戲秀藝術館按算5月7營運，8月初1正式開館。未來因講會用展演、教育甲體驗來培育歌戲的人才。總團長嘛表示，看好台南表演藝術的活力，用戲秀通互把戲融入來，唔望互在地鄉親看到更加多元豐富的藝術表演。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